世界别行台拢伫台湾新眼界，欢迎收看今日节目，我是赵博明阿土啊。观众朋友，桃园市长参选人林志坚的论文问题一直未收煞。林志坚今仔犹原有咧回应论文的问题，是讲嘛是介奇怪，选桃园市长的资格都毋是台大硕士，两边煞未输，拢毋敢放。这本论文差个外月，台大学术伦理审查会根据学术惯例，要以易正宏的论文大声发表。林志坚主张是以大声写，为这个章头落去看，有一寡争议点是会当讲互搁较清楚。过来这几档以来，建摆选举都爱炒论文，学术论文用政治处理，林志坚论文风波准定有政治效应。今仔日咱就做伙来讲较清楚。小凯现场来宾邀请林志坚委任律师黄德英律师。主持人大家好。邀请国民党文团会郑世伟副主委。大家好。邀请资深媒体人康仁俊先生。大家好。好，观众朋友，咱先来看吼。昨台大学术伦理审查委员会开一个记者会，伊讲7月才着检举吼，成立调查小组，依法爱伫9月初6进前吼来完成调查的报告。毋过因大声伫8月初9就公布伊的结果吼，结果有4个主要的问题，就是讲林志坚甲易正宏的论文中间吼有这个抄袭的问题，因的结论是林志坚抄易正宏的论文，伊无同意易正宏抄林志坚论文这款的讲法，建议教育部爱撤销林志坚的学位吼。这个问题咱今日要来有路来讨论，大声先来看林志坚市长今日的回应。民进党桃园市长参选人林志坚，台大国法所学术论文去用指控抄易正宏的。台大初9公布审议的结果，认定林志坚有抄袭，撤销伊硕士的学位。林志坚第一时间发冤枉，初10搁一届强调讲伊绝对无抄袭。我也在这个过程当中，提出了人证、物证、公证的资料哦。那很可惜，很遗憾哦，在苏院长召集的这个学人会之下，没有把这一些作为一个资料来验证哦。有关学位，林志坚表示，伊会伫收到相关的文件了后，透过律师团讨论接续要安怎处理。针对易正宏的律师无排除要告林志坚诽谤，林志坚批评讲，表明感谢背后捅一刀，这种伤病刀鬼的做法，毋是做人的道理。林志坚论文的风波，去互对手质疑政治信用的问题，要求林志坚应该退出选举。学术的归学术，我们就是努力跑我们的行程，接触我们的基层民众。他也不需要透过这个政治的话语来说，他这个愿意到学人会去做说明啊，然后认为学人会这些审定委员呢，好像是有政治的目的。因那林志坚的指导教授，也就是现任的国安局长陈明通的学术伦理嘛，受到质疑。台大应该不是只处理这个学生林志坚而已，更应该要处理陈明通，也就是他的指导教授。所以，请台大继续的清理门户。国安局长竟然压迫小小的调查员于振华，要他扛林志坚这件事哦。局长要我扛，我怎么办？最后选择他主持正义，把这事情揭发出来。国民党台北市议员郑小平初10去监察院检举陈明通，佮讲11会去台北地检署甲陈明通提告。记者综合报道。林俊大哥拄则影片内底有讲，即摆国民党的参选人吼要求讲林志坚应该爱退选啦。总是咱知影讲参选桃园市长的资格毋是台大硕士，而且蔡英文总统今仔下晡吼有一个记者会啦，应该是民进党内底的这个记者会吼，伊讲民进党支持林志坚吼去争取伊的清白，意思讲可能袂有这个退选的问题是无？即摆看起来，民进党这个时间内底，确实是无换人的这个问题啦。为什么？因为你即摆要换人，你用什么理由甲伊的支持者讲我要甲换掉？哦。所以我感觉蔡英文即摆用的做法就是讲好，所有的人即摆为着这件代志，支持林志坚有法度按照伊的程序去争取伊的权益嘛。是。这个部分伊本来就会使做。伫无上尾结果出来进前，我感觉民进党即摆采取的态度，就是讲全部拢先相信林志坚的讲法。因为这物件真侪物件变做讲爱国继
继续做这个调查啦吼。所以我感觉蔡英文即摆用这个讲法，第一个目的就是拄到这个，第二个印动就是讲这个问题。甲扭过或者政党内底吼，的政治的问题，是，也就是讲，你看国民党这段时间吼，看起来毋是干那讲拍一个林志坚的论文的问题尔嘛？国民党一寡候选人，家己参选的人本身嘛有一寡这个问题。哦，你国民党内底本身对这个问题，家己都无去讨论嘛？是，咱莫讲去点什么人，叫这个媒体去甲点嘛吼。所以你看起来国民党干那全部伫拍论文的这个代志，是干那针对第一个林志坚本人。第二个是针对陈明通嘛，甲包含讲陈明通所有的学生讲你要去调查。咱老实讲吼，就是讲你若是真正讲足重视这学术伦理来讲，安尼敢若调查一个老师都会使。我听到真侪民间无共款的声音嘛，若真正讲大家认为遮重要，你国民党一寡去用嘛讲你有这论文抄袭的问题，正正嘛拢有过，对无？你有大家讲安尼去拍讲你的老师安怎？你老师出来讲安怎拢无嘛？以前拢无做甲安尼。所以你即届要安尼来调查，我嘛老实讲啦吼，要调查我赞成啦。但是是毋是干那针对故意的老师讲，干那即个因有问题，因为你是国安局的局长，因为你的名做陈明通，所以我干那专查你。我认为民间其实有无共款的声音吼，也大概认为讲你若真正重视这，无就全台湾大家拢查的啦。你嘛针对一个老师嘛，这问题真大，你知道？所以这都毋是政治问题啊，这就真正在武学术啦呢。袂啊，我甲你讲啦，你若单纯的武学术，我认为真侪人会赞成。因为你就单纯嘛。是。但你看起来，即马看起来，毋是干那学术的问题嘛？你即马拍遮的人，其实真侪是政治的问题嘛。是。你敢若问伊讲，你有看过这个论文无？我免看啦，我嘛会晓。你有写，我免会晓写，我嘛会晓看。咱大家看嘛知嘛，你家己本身你嘛读册的人，你嘛知影讲这物件毋是遮简单讲安尼讲，安尼看过我就知影世卫即马是伫创啥，无遮简单啊。所以我认为这个物件到即马为止，当蔡英文即马以这个方法讲，全党安尼继续甲支持，而且这代志还未完全的上尾的这个 final 定案的这个时间内底。民进党是采取是相信林志坚的态度，我认为这当然是呼唤伊的民进党的支持者吼，即个时间内唔爱受到这代志的影响，互以政党的方法甲思维来去互这支持者唔爱离开伊这个支持的这个部分安尼。副主委，若是讲回归到政治来处理吼，亲像蔡英文总统所这个动作的这个显示吼，会使讲支持者会回归因的这个政党的支持度去吼，国民党安怎看？当然啦，蔡英文总统兼民进党的党主席，伊今仔日第一中执会，伊做宣布，当然这就是政治的操作嘛。因为认为讲支持民进党这绿营的支持者，只要民进党中央讲啥物，因就信啥物，伊对伊的支持者有信心。但是咱必须要讲，你讲学术伦理以及选举。你甲分开起来看，无毋对啦。你今仔日吼，争嘛要争啊赢啦，睁着眼睛说瞎话，你嘛要相信林志坚无要紧，互老百姓来做决定。是。假使你今仔日若讲今仔安尼抄甲遮尔清楚，台学术伦理委员会做出来结果，刷的时阵你硬着干，你互老百姓来决定，讲歹听诶。历史拢会留名，就算讲你11月26日，你林志坚，你伫桃园，你若当选，我讲实个啦，一世人的污点，咱即马媒体网络要查足紧的。你后盖互你的子子孙几啊代人，难道爱蒙受即种的骗想吗？我讲实个啊，学术伦理，你绿营拢讲尊重台大的学术伦理，结果出来的时阵你讲这个召集人、这个院长、这个校长是哪个？安尼我请教。蔡英文总统就无讲到遐去啊。唔是啦，阿明啊，所以讲我讲嘛，你今仔你若要定调嘛无要紧嘛，都有英系的立委，甲郑国会、民进党的郑国会立委没有具名啦。新闻都讲啊，难道民进党中央要跟民众对着干吗？要跟台大对着干吗？安尼刚好，为着一个人、一个党、规个陪葬，安尼刚好。
所以讲，我是感觉讲，你今仔若讲安尼无抄袭，今仔台大学术伦理委员会把所有的这问题拢讲出来。是。啊，你今仔若搁要硬反差业你走，要讲硬也无要紧。我相信老百姓目睭拢是金好，大家咧看。选的时阵啊，每一个人，大家拢有道德良知。我讲实个啊，正讲的，唔通安尼吼，喙烟挂落的时阵啊，西装穿啊水水吼，讲你是君主，啊若搁叫人加一个伪君主，安尼后盖下代人要安怎来骗想？我是感觉讲，学术伦理咱拢尊重。今仔日既然做决定啊，你有你的权利，你会使去申诉。但是你今仔提出的，你讲的，你的人证、物证，或者是你的一个事证，学术伦理委员会一拢甲你讲清楚。啊，两本的论文，大家比落的时阵尔，相似度，莫讲进前讲80-90%啦，即马台大伦理。这个学术伦理委员会讲总共有超过40%，同款的，唔是用电脑落去编啊尔，佮有这教授一页安尼去对，总共有40几%同款。啊，你若安尼会使的时阵尔，啊，你是毋是鼓励咱后届的囝儿逝世，大家做标拢无要紧，袂使安尼俩。啊，你今仔若讲中华大学这个部分若搁出来的时阵，要安怎？我讲是。你的学历甲选举，你有列略无列略无要紧，是。但是政治人物所强调的是一个诚信、信用问题。哦，这个问题我来请教律师。律师拄则副主委讲到讲，敢是要甲甲台大做对手，甲人民做对手吼？林志坚市长吼后一步敢是对手，敢是台大甲人民的？应该安尼讲吼，无可能甲人民做对手啦。坚持的是定数的正义啦。其实踮咧即个案件拄开始发生的时阵，苏宏达就是讲台大即个教授，伊咧招一人，伊会伫媒体顶悬用头版头条咧讲这是丑闻，伊还未看到迄个所有的证据资料证据，伊就先讲丑闻。阮咧发现是安尼，如果即个法官一日来讲，我看你面你就是歹人。这法官就无适合，伊就爱回避，因为我也未看到证据嘛。第一，周宏达伊嘛是共款，伊也未看到证据，伊就先甲你讲啊，这就是丑闻。阮就申请伊爱回避，所以照法律定数顶悬，阮就是依照行政定数法，讲伊袂使搁落做。我爱安尼讲吼，即个组织顶悬，周宏达伊用一致的表决讲啊，我毋免回避的时阵，阮大概就知影，律师团就评估讲啊，这一定是不利的结果，因为你已经知影讲这未审先判。这代志踮咧正当的定数顶悬是袂使，所以其实迄个时阵甲当事人讲，这可能无可能互你正当的定数啊。所来你来看论文吼，你看确实台大伊用的逻辑，伊的逻辑是讲啊，你看这个于同学先毕业。论文先慢请讲吼，讲到苏宏达教授，我想要请教一个问题吼，就是本地有这个定数正义的考虑吼，因为苏宏达教授有缘做这个调职任吼，煞无去参加这个说明会啦，无亲身去出席说明。毋过昨开记者会讲到讲林志坚有发email 互台大讲要去说明吼，总是这个问题就是苏宏达教授有缘做调职人，这个客观的事实无改变，是安怎？伊即马有愿意要去说明啊？应该安尼讲吼，有两个大变化。头一项是讲伊家己一致决讲伊无要回避，伊无要回避就是伊即个所调职人，伊要继续落去主持。在法律上伊就无要回避啊，所以这是伊会定调，刷来是。因为这段时间吼，林市长甲伊的所有的论文的资料拢公开咧网络顶悬，包括伊的声明，所以证据拢互社会来检验，社会会使检验林志坚，嘛会使检验台大，到底这个证据你有看了无？而今仔台大上大的问题是啥？依照我讲行政定数法吼，你证据顶悬有利的包括公证书。公证书为虾米重要？伊的时间点会使证明讲，伊踮咧2016年2月1号已经有这个草稿，就是即马大家咧讲，啊，你林志坚会使去抄这个于同学，迄个事先发生的是林志坚的这个档案内底都已经有啊。公证书的意思是啥？你在台北地方法院的这个民间公证里，你也去迄个伊面头前开迄个电脑，互伊看，甲迄个 email 登录入去了后，档案一个一个落来。啊，全部印出来了后，才有登公证书呢。因为迄是真严格的定数。阮咧拍即一般的即个智慧财产案件吼，我其实过去有这经验。
时间点的证明，咧法院内底是重要的。公证书为虾米有效？因为伊是相当于法院的公文书。踮咧台内底上喊过是虾米代志？伊看到即个公证书了，伊讲我无要采信。连法院咧司法院的官网顶管都甲你讲，公证书是坚实有证明力的，就是讲真强的即个证明力。结果咧台伊甲你讲，我都无要采你公证书，我都是共款用因毕业，即个于同学先毕业，所以即个林志坚较后壁毕业，所以林志坚头前的公证书，阮咧法院的定书内底。公证书上重要就是讲，我时间点较头前，我证明我生写。这个公证书伊踮咧内底无要插，这是上罕过的代志，这嘛违反着行政定书法的明文规定咯。时间点有一个问题吼，就是讲，迄 email 吼寄互老师，这个 email 是迄个时间点无毋对，毋过迄个 email 内底一定有附加的档案。对。附加的档案敢伫公证的内容。咧公证的内容，伊咧公证的后壁，就是讲，伊迄个公证的，伊除了 email， 伊重点咧。后壁档案嘛，档案你喺现场登录来，互即个迄个公证人看，内底档案爱做附表，而且伊当迄个法院的迄个，敢若迄个期访的迄个因仔，规份拢定好，这是公证书完整的表，这是依照公证法的定数落行。法院为虾米讲我看到公证书，敢若法院的公文书共款，是因为公证法互伊即个效力是讲，公证人我代表法院，我踮咧遮现场甲你看讲你即个时间点有即个论文，论文的后壁各做附件。档案内是虾米款的内容，才会使证明讲这有抄，较无抄。阮过去拍咧智慧财产法院咧拍这种官司，上重要就是时间点的证明。踮咧台上罕过是啥？头前伊定数苏方达无要回避，我大概就知影讲，伊的逻辑绝对无要照法律，伊可能无要照法律，伊要照象形毕业、象较后毕业来看。头前的公证书，伊真正内底不采纳呢，这比法院较大呢。阮咧法院拍官司，法院看着公证书拢讲，这个我们推定为真实，推定为真正，敢若台无咧插呢。不过律师，这个问题吼，若是后一步教育部去申诉，幼园是一个学术的审查，伊可能伫教育部的时阵，伊幼园会当讲，我要照学术去行哦，我要照学术的惯例去行，你的这个公证书伫学术惯例内底敢有效果？咧全世界的民主国家，你若讲像中国吼，伊是林地的都无。全世界的民主国家内底，所有行政机关，包括大学，伊拢爱照法律落行。那我可能讲有法律规定，我当作无规定。袂使讲我假设讲我完全拢是学术，所以法律无。法治国家是每一个机关，伊做任何的判断，拢爱照法律落行。你只要无照法律落行，当然后壁不管是你拄讲教育部的诉愿。行政法院的法官罗审查，拢共款爱照法律落行。我咧讲的行政定数法内底，伊对于即个证据有利不利啊，一定要注意。所以踮咧内底有利的证据，伊来你讲公证书我当作无效。即种物件咧法院内底定数吼，甚至上甲最高拢会去用最高法院家己去驳回，甲伊讲，你即个原本的拢无注意到，伊迄是真严重的法律定数顶悬，真严重的问题。所以台伊即个学伦会头前苏方达无要回避了后，我大概就察觉会到讲，伊可能无要照法律落行，伊无照法律落行所做的即个结果，当然咱无认为定数无正义，实体都无正义。是好，咱即马来看苏方达教授吼，伊有提出针对陈明通主委的讲法有侪反驳，咱即马来看。陈师所提供委员会书面声明，亦没有办法证明否认林森论文抄袭。林志坚陷入学术论文抄袭的争议，台查到公布审定的结果。学伦会调查期间，伊的指导教授，也就是现任的国安局长陈明通发声明，去互外界认为是甲林志坚护航。这个调查伊嘛提出书面的说明，陈明通主张讲用同一份资料加写一篇论文无问题，袂当高看比对的软体证据，都讲是抄袭。嘛主张讲，伊要求学生使用别人收集的资料的时阵，都要原汁原味，就算差别无大嘛无要紧。不在于使用同一份资料，而在于许多的描述说明都极为相似或者完全一致，且所占的篇幅甚大，所以认定抄袭。陈明通还阁主张讲，外界认定抄袭是无顾前因后果，嘛强调讲两个人拢无抄袭的动机，伊是伫得到林志坚的同意之下，互伊正方使用林志坚的资料。所以是先有林志坚研究的资料，才有伊正煌的学位。嘛强调讲，伊毋是伊正煌的指导教授，毋过得到指导教授的同意，担任考试委员，甲伊正煌指导。毋过这主张拢一个一个去互台否定。但审定委员会认定，即使同样一组资料，在论述、描写和用词上也不可能完全相同，尤其不可能同时写错或拼错字。
针对陈明通这道论文学生抄袭的讲法，外界抨击讲陈明通在学术伦理上，咁样该负什么责任？学校有接到关于陈思的一些检举，那我们一样会依照学术伦理的相对应的办法来做后续的处理。这一波我们一样有办法来做后续应该做的调查跟审视。一般来讲是私立学校，好，然后跟地方派系结合，我们都还可以接受。但是一个公立的大学、国立大学，然后还是堂堂的台湾大学，我想这是很难接受的啦。根据中央社的报道，陈明通透过朋友转述，若是台大对于启动学术伦理的调查，伊会进行完整的说明。嘛强调讲，现处是台海甲区域的局势无稳定，国安团队的任务是严守工课职务，完整掌握动态，其他分教拢无应该影响国安工课进行。记者综合报道。副主委，咱综合咱的报道，甲律师拄则所讲的吼，宋丹教授所主持的这个伦理审查会，伫2本论文内底，发现讲侪描述甲说明吼，拢真相像，甚至是完全一致，而且2本论文吼，重大的部分差不多到4成吼，逐种逐节去比对，有发现讲有这个抄袭的问题。毋过根据律师的讲法吼，伊林志坚的论文是大声写，而且有经过公证，也就是讲，伊寄予陈明通的 email 内底有迄个初稿，伊已经写好的这个证据伫遐经过公证，安尼那是完全无可能是余正煌抄林志坚的初稿咧。头拄啊，黄律师讲的第一点，我先讲一下，你讲苏宏达院长的角色问题，那假使讲伊较偏拿，你就要叫伊回避，我请教。NCC 审查委员会拢偏绿的，是毋是要回避？不当党产处理委员会大部分拢偏绿的，是毋是爱回避？讲真诶，今仔日学术伦理委员会大这个委员会，毋是干那苏宏达院长一个人，总共记我所在有5个人。你当初时林志坚顶领提去做回复，请他申请回避的时阵啊，因这委员会内底这5个人，因都有去做决定啊。伊认为无需要回避，而且这委员会你若爱超过2/3，才会使认定是的结果。所以讲是，据我所知是全部同意。你今仔若安尼讲的时阵安尼学术伦理伊无需要独立啊。而且进前大家咧讨论的时阵，大有真侪教授拢偏绿的，大家以因的专业来讲。是无对等的。头拄黄律师讲公正的部分，你若讲以专业在法庭上的公正，当然必须要采信。但是话讲到我讲较简单的啦。今仔学术伦理，你今仔林志坚，你伫后余正煌后壁毕业，你写的论文，你搁伫后壁有写讲你有参考余正煌的论文。那假使讲你的原创，你写的是伫大生，你看到余正煌的论文是安尼的时阵尔，你要马上甲老师反映，爱甲校检举啊，讲是伊抄我的啊，是安怎？今仔去互爆出来啊，写的拢一模一样，毋对的嘛一模一样，标点符号、逗号嘛拢一模一样。刷的时阵你讲啊，这我是原创，无毋对，你研究你家己，你这民调是确实的。但是余正煌伊有冒写感谢讲，伊是因为。老师、指导教授，这个陈明通来给提供这个问卷调查的资料，就伊嘛有甲你感谢啊。但是就敢若讲，昨的媒体人有咧讲，那一份的民调结果，我甲任俊，阮2个拢记者，阮写出来是无共款的，无像伊讲啊，委员会回应的讲，你今仔有占40%，写起来拢一模一样。对的也共款，唔对的也共款，刷的标点符啊也拢共款，刷的你即摆才淡仔食西瓜半暝，反正讲无，我的草稿比伊搁较早，你若比伊搁较早，我就讲莫讲专业的法律问题啦，你就简单的嘛，你比伊后壁你毕业的，你咧写论文的时阵尔，你搁照伊的论文来看，你发现着讲伊来抄你的是安怎？你迄个时阵无检举咧，你是安怎无检举咧？这个问题，对吧？律师，我补充一点吼，就是拄则先讲到定数上苏宏达伊无回避讲一致管吼，这个
因为内底迄委员拢是苏宏达请的啦，所以立场甲伊应该相像差不多，伊会请着身边的啦。阮咧法院内底，若讲即个法官一礼拜甲你讲，我看你面你就是歹人，我拢无看证据就安尼讲，阮要申请伊回避。 毋是即个法官会合议庭做裁判呢？伊讲你要回避无？我叫隔壁庭用 TV 隔壁庭来审查讲这爱回避无？大即摆问题就出咧遮呢。伊是我申请你回避，结果是你家己请的人甲你讲你免回避，这是大即个代志已经结束，你若搁到教育部去，若搁拄着共款的状况要安怎？无，教育部袂有即个情况是讲，即摆的定数拢会去未来的后壁行政的救济。 会出现，为什么？你只要原本的处分有这个违法瑕疵吼，后壁的这个救济拢会使出来，包括讲你应该爱回避，无回避，这违反着行政定数法。啊，这个部分伊内底家己做判决，家己做裁决，这个定数有问题，无公正。因为大学伦要点头一点甲你讲啥？伊甲你讲爱公正客观的定数，啊，苏宏达。 政治立场吼，过去拿我无要讲这，我要讲的是讲，伊还未摕到证据证证，我就先甲媒体讲这就是错误。我还未摕到证据证证，我就先安尼讲。你法院无允准这种代志哦，法官还未摕到证据，我就甲你讲，你是歹人，这袂使。共款在这个案件内底，苏宏达伊还未摕到证据证证，还未连公证书都还未看证证，我就先甲你讲，林志坚这个论文吼都是错误。啊，这个问题真大呢，这还未审查就先判决，这个代志是正常民主法治国家无法度忍受的。也就是讲，会继续主张，这个主张。当然，我会讲，有另外一个重点就是我拄仔讲着，公证书吼，咧法院内底，我讲所有国家，我应该讲所有民主国家，中国卖算，所有民主国家包括咧美国。 美国内底大学内底，如果有法规，你无照法规落去行，包括伊讲我是学术伦理，但是我无照法规落去行，伊共款会出代志。正哈佛毋是有教授讲我因为我咧做研究，但中国有资金入来，伊无符合中美国的外国代理人登记法，伊咧做学术研究呢，你若讲我学术自主啊。 你违反着美国的法律，共款人扣起来，所以你任何民主国家，你学术内底嘛袂使达到法律的界线。踮咧遮苏宏达伊达到法律的界线，伊应该回避无回避，甚至是行政定数法，甲你讲，你对有利的证据，包括公证法所做的公证书，你连插都无爱插，你法院的定数内底是无允准的。这种无允准的行为，当然伊咧法律上徛袂掉。是好，林俊大哥，看起来这个问题吼，因为。 这个两本论文和相像的所在实在是太侪，不过即马大就是较要义讲，伊这项论文是较大声发表，因为较早毕业。啊，林志坚是主张讲，这是我先写的，而且我有公证。安尼就变做讲，事实上一定有一个人抄另外一个人，不过两边的讲法拄好倒并吼，安怎看咧？其实咱来看陈明通这个讲法，甲委员会后壁回应吼，咱必须要老实讲啦吼，学生啊，不管你是大学生。 还是研究生，你做读硕士，还是读博士同款，拢是伫学习的阶段。对。所以尤其是做一个研究生吼，你伫读这个硕士的这个阶段吼，你拄入去的时，你要开始要做研究嘛吼。你什么人入去会晓马上就会晓写？我认为无可能啊。是。所以老师的阶段其实非常的重要。你会使看到陈明通的主张真侪部分，伊极强调讲，这是伊伫教学生的时，伊的方法甲伊的要求。是。你伫册这内底，你看伊的第4、第3、第4点、第5点、第6点、第7点，尤其是伊后壁你即摆画这个第6点，两个人拢无抄的这个动机，你的研究的设计的相共的状态是伊家己本身的要求甲指导有关系。是。我认为讲吼，你若是一本论文吼，两个人去比内底有这个问题，因为即摆大家要求讲你陈明通所有指导过170几个，你大家拢爱查吼。我认为大部分可能伊若是伊的要求的，伊教育的方式若是安尼，可能大家即个部分可能拢会去用检视讲，是毋是大家拢有相像？所以我认为讲，你若是甲即个部分要求。 讲你这个研究生今仔算你衰，你今仔选到伊做指导老师，所以老师若是出问题，即马换你学生，你就是有问题。我老实讲我认为对学生甲老师来讲，这是毋是责任要由学生来担？我认为这会使讨论。对，老师伫伊的伊伫教育的方式，伊本身的要求讲袂使。我甲你讲，你这个物件你安尼写，你莫讲因为今仔日是因为林志坚的问题是，伊敢若。 可能毋是干那研究方法这个部分，迄种认为讲你有甲人相像，伊是连村的，你看伊恁拄仔拍出来讲，伊第1章、第4章，甲伊上尾结论的部分，两个人拢有
看起来是相像有同款的所在。那所以你要去解释讲为什么会安尼？所以你会使感觉讲，即马两个人的主张吼，包含不管伊陈明通，咱即马讲了讲，伊认为真侪代志，你就要看伊即马主张内底，伊真侪认为讲这是我老师的问题，所以伊老师要担这个责任。但是伊即马委员会，你看伊这委员会，你看林志坚甲这个于正煌两个人部分，好好基本上啦，伊先认定就是讲，你先毕业先写出来的人。较无可能讲，无可能去抄较后壁较后壁，所以有讲一寡时间点嘛，讲你完成的时间，你讲林志坚你完成的是2017年的1月16号嘛，啊你于正煌是2016年的7月21号嘛，啊两个差时间差半年嘛，啊你要认为讲伊上尾 final 这个版本是啥物人生？所以我认为学校伊即马是对文理顶头讲哦。你即摆有送出来的资料，即摆看讲啊，你是倒一工考试的，啊，你即摆倒一工写了你交出去的，以这个来做判断。但是以地根这边来讲，伊变就是讲，伊坚持甲要求的是讲，你袂使干那看我这个上尾这个阶段，你爱看是过程。好，所以你有看两个边讲的其实拢无共款，到这个部分拢无两个伊认为伊是对的嘛。林志坚认为讲，这杜台是研究的发想，就是我家己就想我家己，因为物件是我的，我当然想要做我家己的资料嘛。所以后壁这个问题，我老实讲啦，就变成讲，你若讲这个问题，这两个人有吼，于正煌甲这个林志坚有。啊，你若剩的学生，我拄头讲，我认为讲，我赞成爱规个，要调查规拢调查。为什么？若是真正是老师伊即马伫教的这个方式，伊的要求，我认为无可能干那这两个有这个问题啦。是，真的若是有。所以伊的范围是敢若讲哦，你即马讲你要做研究的这个研究设计的架构，吼，还是你讲什么操作性定义哦，还是你讲哦，因为这个问卷什么设计的，你要去中意讲完成设计者伊的本身理念。若是除了这部分以外，你剩的文理的部分，你剩的物件，若是互大家讲啊不讲安那，你就大家物件拢扣掉啊。啊，若是拢存在个有问题，我认为这都要一本一本来讨论。是，但是若是总体讲，以老师教的，我嘛是共款这个论调。我相信在座来宾嘛会使表达无共款的意见嘛。学生今仔日去学校就是伫学习。伫迄个同时，老师甲讲你这个物件爱安尼写，伊若是会使提出证据讲，啊是老师安尼甲我要求，你倒一个学生会去甲老师讲，老师歹势无？我要甲你挑战，我无，我无用你这个方法，我要叫我家己写。你倒一个人安尼去甲老师说，我认为这物件会使拆开来讲哦。所以，陈明通这个部分，伊的主张就是讲，今仔日有出来这个争议，伊认为是伊本身伊家己的要求。对。啊，会使互社会大众家己去认为，咱老实讲，拄啊对因讲的真侪是法律的顶头的问题。我认为恁若就法律的这个部分来讲无问题，因为你本来就爱保障，不管你是对还是唔对，伊本来伊有权利，伊就会使表达伊的方式嘛。是。看起来学校伫后来这昨下记者会内底，伊即摆讲的就是讲。你送到这个学术伦理委员会内底资料内底，我以这内底为准。你后来外口讲的声明，也是你个别去开记者会讲法，伊拢袂甲采信就对啊啦。是。啊，所以即摆变成讲，大众伫社会大众伫这个代志，我认为吼，第一时间的第一印象即摆就入来啊。哦。因为真侪物件你讲袂清楚，你知啊？咱在座真侪嘛，拢读研究所的4月嘛，才拄读了嘛。你即摆做这个研究，咱老实讲。研究性的学者，伊本身做研究的，甲一般性的学者其实无共款。咱嘛知老师真侪拢无共款这物件。你做行社会科学，甲行你啥物科技的，行啥物物件，大家研究的专门拢无共款。咱莫去讨论这啦。是，这问题来问律师吼。律师，拄则任俊大哥所指出来吼，讲陈明通所讲的，其实伊有讲两个人，于正煌甲林志坚拢无抄袭的这个动机。讲到这个动机的问题，就足重要，因为宋大教授所主持的伦理审查委员会有讲到，动机伫学术内底毋是一个问题。毋过林志坚市长吼，今仔日伫开记者会的时阵，伊嘛有讲到讲。我对我家己的选举，我一定上了解，我根本无去抄袭的必要甲迄个动机。那讲到这个动机的问题，就用这个宋大教授吼，伊所讲的来问，就是讲这甲动机无关系。咱所看到的，就是讲定大部分真济。这甲你有动机，甲无动机是完全无关系的代志。讲动机吼，是咧法律上你爱讲你有先接触到，我先去接触到你的文理，我有可能甲你抄。这个法院内底拢是这个定数，向先接触到，向先写，向先接触到，后壁接触到头前的人有可能甲抄嘛，这是一般的逻辑。台北长的这个逻辑就是讲啊，因为这个伊
伊同学伊先毕业，所以林志坚晚伊半年毕业，所以你应该是头前有超过40%。但这个逻辑我讲袂过，是因为讲，阮踮咧头前，你去看2016年、2017年，阮咧2010年2月1号提起做公证，公证的意思是啥？我迄时阵论文内底的草稿吼，即马去互你大家批判甲讲你共抄的，迄个文理已经咧林志坚的论文草稿内底，所以重点的迄个文理已经头前2月1号看。呆吼，伊讲嘛，苏宏呆踮咧遮就心虚啊，伊毋敢，我感觉伊毋敢正面去看讲，即个爱甲车做证据。你法院都会使当做证据啊，司法院的公告嘛，讲这应该公证书爱当做证据。你呆伊甲你讲我无要当做证据，我要甲摆渡，我无要插。为什么？伊会讲袂过。我若先看到头前的文理已经有啊，我要安怎去讲后壁这逻辑？所以伊上大的问题咧，定数正义顶悬。我为什么讲行政定数法？甲你讲要求讲你双方的证据拢爱去看，双方的证据拢爱去看。结果阮这边提出的公证书的证据，这是法律上有一个应该算真强的一个证明力。结果呆踮要才会开始甲你澄究，甲你讲哦，这我毋敢，我头前这2月1号吼，我无要算，我就甲你算后壁毕业，这个是上罕过的代志，这个法院是完全袂使。遵照2月初1、2016年2月初1迄个算讲是论文提案的迄个草稿吼，有甲伊算在内。毋过因嘛讲余正煌伫正月28号已经提出伊的这个申请嘛有迄个资料。伊自头到尾拢用讲的吼，咧法律上为虾米爱提去做公证？是因为咱即摆若想提虾米资料出来，社会拢会讲啥？你共 P 图啊，你共改啊，所以公证书是徛咧法院的即种定数，我互公证书自头到尾，即个信箱登录，甲完全截图落来，甲即个档案完全落来，是照法律落去看的，毋是讲我一搭去摕一个资料，我甲你讲，我这2月1号，我这5月3号，袂使安尼做。所以为虾米法院的即个认定？为对这个公证的公文书，直接讲这就是真强的证明力，是因为伊有经过这个定数。阮咧过去咧拍官司，尤其是这种智慧财产权的官司，我进前拍赢一件，就是因为伊摕这个时间点，阮直接甲突破，伊时间点徛袂牢，迄智慧财产局的输阮啊。所以为什么这种官司真重要？是公证书的这个时间的证明点，伊无法度突破，伊要突破真困难。所以踮咧遮。这个苏宏达，但当作公证书无发生，我就无要采纳这证据，这是非常罕过的代志。是，副主委，我必须安尼讲吼，你讲头拄啊，黄律师你讲丑闻这一个部分，这个苏宏达教授院长，伊咧发这份这个批信的时阵呀，伊并无讲是林志坚抄余正煌，或者是余正煌抄林志坚，你套一句较偏烈的。台大的教授讲，若有学生抄学生的论文，台湾第一所的台湾大学发生这个代志，这不叫丑闻，难道要叫趣闻吗？我感觉林志坚不用此地无银300两，不用对号入座。你讲丑闻，今仔若学术委员会来证明是余正煌抄林志坚呢，是不是丑闻？那是林志坚抄余正煌的，是不是丑闻？难怪偏绿的学者、台大教授讲说，这不是丑闻，难道是趣闻吗？再来，你今仔讲迄个，就敢若讲，咱今仔发明一个物件，我一个看板，我一个标志，我今仔若是突发奇想，我想的，我若无来去经济部注册申请专利，结果今仔日我讲这个偌好拄好，煞来任俊甲我摕去注册，我才讲，这是我想的啊，你想的无效啊，你的原创无啊，你无去注册。但是以论文来讲，今仔若是向新毕业的，向若伫国图设有资料，伊就是生来后道。你今仔事后才食西瓜半秒，我就讲，当初是我的草稿是安尼，伊甲摕去，我头拄就讲啊，你咧甲引用看伊的论文的时阵，你发现你奈无甲好好反应，你奈无甲老师讲即个学生伊毕业的，伊是抄我当初时的草稿，你无嘛？你今仔看到，你嘛搁要注明讲我有看过伊的论文，代表啥物？代表你同意啊！你即摆才讲啥物？我请律师来公证，煞咧我当时几年几月我公证我生写，无效啊！就敢若讲你申请专利共款，你研究出来，你若无去经济部注册，你若无申请专利，你就变别人的啊！别人若摕去注册，你才去讲这是我发明，无效啊！法律上袂去甲你经济啊！我讲者，若学术伦理。公司你若讲要讲法律的
啊，这钉钉打的会使啊。以前哦，伊若去告林志坚，你会使去，你会使去法院去告。我感觉国民党要讲吼，加强法治教育是真重要的。头一项吼，公正书，我咧讲，你讲个咧查，我咧讲个咧查。做人爱有礼貌，吼，做人爱有礼貌。国民党爱有礼貌，我感觉是安尼啦。国民党爱有礼貌啦。你若讲话我拢无甲你查，我哪有生气？我甲你讲啦，我你讲话我无甲你查，做人有礼貌，无人生气。你后白讲插话，这是无礼貌的代志。我先讲，律师你继续讲。来，我继续讲。我先甲你插话。我哪有甲你插话？哦，你后白来。我安尼讲啦，国民党加强法治教育头一项吼，就是讲公证书毋是律师做，伊是台北地方法院的民间公证人做，这毋是律师做。第二项吼，就是讲你踮咧规个定数内底，你无讲定数正义，你后壁就去讲啊，你这论文抄来抄去，迄个时间点，为什么讲你拄啊讲，不管是商标也好，还是专利也好，迄去登记，为什么我最近拍这个官司会使拍甲清楚？迄智慧财产局吼认定商标是人的啦，阮用时间点。毋是讲你先登记就是你的呢，阮用时间点讲向先创造，这个创造的时间点，你若先摕到，你会使说互法院讲伊迄无影呢，你就使撤销。所以这毋是讲你先登记就向赢，踮咧论文共款，伊是著作权。著作权的观念是啥？我先写，如果我先写，后壁毋才有可能抄。所以如果我头前的时间点2012年2月1号，阮就已经先写，后壁才去毕业的，阮经过公证的定数，你就无可能讲啊，我头前迄无当作无发生，后壁你用毕业来准算，这毋是照正当法律定数，你美国嘛看袂过啦。无错，副主委拄则所讲的问题，的确是伫法律面顶吼，用这个智慧财产权的这个官司会当来解决，这无错。不过我这边想要问一个较困难的问题吼，就是讲这两本论文，一个是处理林志坚市长的选举。一个有在处理蔡英坚市长的选举吼，两个无共款的题目，处理无共款的问题，是安怎结论竟然会有共款的？结论其实嘛无共款，因为一个是研究林志坚，一个研究蔡英坚，结论无共款，但是伊看迄个写法吼，伊感觉讲敢若足行，为什么有写法足行？因为伊用同一套的民调。伊迄同一套民调是内底迄个林志坚当初是要选举竞选总部的民调，即个于同学嘛是用共款即个民调甲问卷，所以伊看起来敢若足相像。大用再找迄个比例出来讲40%，为什么伊讲甲40%遮尔济？因为内底民调问卷迄拢无改嘛，民调问卷拢是相像的，即个数字拢共款，你无可能讲我家己写来了，我数字家己天讲这民调当时是偌济，这无可能去改变。所以安尼走出来了后，伊就讲啊，我用后壁的即个于同学的即个论文去看讲林志坚有40%。共款的，你看，这民调数字问卷拢共款，这其实是真罕过的代志。我还阁强调一遍，2016年2月1号公证的这个，即马去用批评讲啊，你林志坚抄人的这个内容，迄个时阵已经有啊，所以无可能到2017年才讲你后壁才毕业，你去抄头前，是2016年的2月1号就已经有啊。林志坚已经先写，内底有一个上简单的逻辑问题。伊迄个内底有一大问题，伊讲啊，我们进一步追问，咱进一步来问，像系进一步来问，竞选总部毋才有可能。啊，但是踮咧另外即个论文内底，伊嘛赶快用即种写法，难道讲即个于同学伊嘛去做民调吗？无可能嘛，所以逻辑上当然是林志坚竞选总部当初时的民调甲问卷内底所写的，我感觉林志坚伊感觉为什么伊感觉遮冤屈的？我家己咧选举。我家己竞选总部的民调，我家己做研究，我即届选举，这我无需要抄人的，这上基本是我无需要抄人的，这是我的选举啊！我总部的民调，我总部的问卷内底所写的，拢是我咧讲即届选举有三骹拄的问题，因为迄届有这个蔡英坚，所以伊咧写即个论文，伊感觉伊真冤屈，是讲我就先写，而且有公证书讲阮头前就已经有啊。大连插都无爱插，这是无符合法律的无所在。不过有另外一个问题，虽讲林志坚的这个民调是伊做的吼，啊论文嘛是伊写的，不过伊的论文内底有讲，我要处理一个叫做胶啊效应的这个理论，不过根据审查，伊无讲到这个伊讲要处理的理论呢。应该安尼讲吼，伊咧写的内底，其实有你讲的这段吼，后前有一个所谓异变项。伊变相咧，伊的架构内底有哦。我讲咧林志坚的架构内底有哦。你也去对另外一本咧，就是讲另外一本，伊头前的架构内底无异变项，内底再去写着异变项，这嘛是真奇怪的所在。所以伊有真侪有一寡观念，有一寡物件，阮头前已经公证，已经先有的物件，后壁才做出现。这除非讲后壁这个，包括讲台这边会使摕着更加强的证据。我去认为，啥物叫做更加强的证据？检察官，我今仔去查考电脑。
为台大的电脑内底做迄个鉴定分析。这个是很强的证据啦，除非是这种证据，无那咧法院的定数内底，无这种证据，你无法度推翻公证书的效力。是好啊，另外我加问一个问题吼，这个时间线面顶后礼拜阁有一关哦，就是讲中华大学吼，结果后礼拜会出来吼啊，若是阁对林志坚市长吼无较无有利吼，要安怎处理？应该中华大学我较无，我应该安尼讲吼，伊嘛是真应该讲坦然去面对中华大学啦。啊，这个部分我想伊定数上伊愿意去遐讲，后壁结论安怎，当然就是后壁我无做一个猜测啦，我无要去猜测。但是我讲，如果照正常定数来行，你无参像苏宏达头前还未摕到证据，我就先甲你讲错。我搁强调一遍，苏宏达发迄个批的时阵，于正煌还未去用检举啦，王宏伟甲检举嘛。迄个时阵，敢若林志坚去用检举尔，林志坚去用检举，林志坚去用检举，然后你就是即个案件，你就先讲错误。迄个时间点是我还未摕到证据，敢若林志坚去用检举，我就先讲错误。这未信审判的代志，咧法院定数内底是无应准的。咧台湾的民主法治内底嘛无应准讲台我当作法律我无看，这是无应准的。所以中华大学即马无即个问题，伊无走一人出来甲你讲啊，我先甲你讲哦，你这就是有问题，无即种定数，所以。林志坚这个市长去中华大学去说明，我感觉嘛是正确的，就是讲我定数上我唔免申请回避啊，我唔免先讲我先定数后壁才实体啊，这是法律上的定数证据。所以林志坚有去中华大学说明。我想伊应该会去吧，我应该是中华大学，因为这是媒体写，我唔知伊是实际时间点，因为。真侪大学的学伦会吼，伊拢无要对外公开伊的内容，但是大咱拄到的情况是，这段时间啊一直咧放话啊，头前嘛讲当时要开，啊当时什么伊的审查都是照象形毕业、向慢毕业，这种什么媒体独家。我感觉讲所有的定数吼，大学伦要点已经写了，伊的定数顶悬是无要对我讲的，结果一直去放话，害我做律师的人。一礼拜爱开4遍记者会，这是真正罕过的代志。阮做律师是办法律案件，结果一直要去说明讲你大点仔放话，我爱甲你回应，这是真罕的代志啦。是律师甲副主委吼，拢总有信心的吼。不过这个代志可能对选举吼真正有冲击。咱即摆来看报道。林顺大哥，看到这个报道啊，加上蔡英文总统吼下晡伊的这个讲话，敢是讲这个因敢若无去讲这个问题，莫阁讲啊吼。毋过事实上，选战到呾吼，得要登记啊吼。啊，毋过到呾桃市长的选举，拢咧讲论文，敢有看到一个讲议题去互中国国民党设定去的这个问题咧？我感觉这个议题到上尾其实嘛，毋是讲国民党会使去控制，讲大家会使讨论，无要讨论啊。你讲国民党有这个问题顶头，佫继续伫讲，伊哪有可能无讲？选举就是安尼嘛。所以我认为这代志其实分两个无共款的阶段来讲啦。一个是陈明通嘛，即马大家一直拍讲伊是无适合嘛，无资格做这老师。据我所了解，其实陈明通伊去学校这个部分已经退休啊啦。所以伊即摆伊毋是一个专任的老师啦，吼。过来伊伫即个台大国法所的即个老师吼，伊的课程我印象中是运动嘛袂过去接即个聘书啊啦。所以运动无继续伫学校搁上课的即个问题嘛。第二个是选举即个代志吼，因为咱老实讲，即个物件到今仔日为止吼，相信的就相信啊。无相信的，今仔日嘛袂因为讲台大就认为讲林志坚你今仔日就是我认定你是抄的。所以本来无相信李志坚毋是认抄的，嘛袂因为讲安尼我就改变讲我相信认为你是抄的，为什么？这政治嘛。因为伫选战内底，你看民进党伊的回应其实真紧啦，吼。咱即马对政党的这个部分来看，跳出林志坚，因为伊即马就是讲我即马选举提名我若今仔日这个所在有一个物件去用攻击，我若因此做搞好啦，你攻击拢对啊，安尼阮回事咧。后壁伊个规盘拢倒去啊！所以对政党来讲，伊即马伫即个部分来讲，伊即马爱行的，就是拄啊行，我行停书嘛。你即马甲我讲，我会使后壁佫有真侪代志会甲佫进行啊。你讲你嘛讲法律嘛毋是一审讲你有罪，你就真正有罪嘛。所以真侪你嘛二审啊，上少你3审啥，你慢慢行即个停书还未行了以前，我想任何人拢有资格家己会使讲，我主张我家己无问题。所以我认为这代志到上尾伊到即个阶段，你看今仔日为止啦，咱大家本身边仔。真正50嘛，真侪人讲，因为讲台大即马出来，我就改变我原先的想法。咱要是讲较少啦。是，律师，
拄则看到资料吼，其实苏宏丹教授讲到余正煌的论文的时阵，伊有讲正月28号迄个，伊有提出4段的文字哦。应该安尼讲吼，迄4段文字伊到底是当时所产生的，这无其实外口无法度看。为什么林志坚市长会使了后大声讲话？是因为伊甲伊所有的论文的资料，包括伊台的物件，全部拢放喺网络顶悬，大家拢会使看会到。但是你看到台伊这边连伊摕一段，甲你讲这段是倒位啊的，这段是倒位啊，迄物件其实拢无透明，所以我认为讲台若要讲。因为这个学术伦理已经结束啊，照学伦要点的规定吼，你的保密的任务嘛结束啊啦，就是你要头前要保密，即马你规起甲拢全部拢摕落来，全部拢公开来，参像林志坚市长共款，全部公开出来，甚至是你迄个什么审定书吼，甲自口到尾拢讲阮这学者拢去审定，啊拢无摕出来，啊凊彩掠一段，拢根本唔知资料来倒位啊。你有信心伫法律上会当反驳？当然，为什么这资料？伊除非伊有，我拄仔讲的，你搁较强的，包括你讲检察官甲物件扣起物件做即个科学鉴定，除非是这种证据，无阮公证书真正是无咧惊的。是。我必须来讲啦，社会观感的问题啦，吼，做一个政治人物，你若诚信，你若道德伦理都沦丧到此，人讲说你也免做政治人物啦。而且今仔日台学术伦理委员会有3摆，互林志坚市长去做说明。你不爱去做说明，你讲我拢伫网络公开，这是为着你的声誉，你要去捍卫。煞咧8月初8，台已经寄通知互你啊，你才到8月初9暗时的时阵尔，你才发 email 讲我要去啊。我讲坦白话，这唔是，这今仔你的名誉是你人的第2生命，互你3摆的机会，结果你拢无去，煞咧跪下收到通知啊，讲我要去。然后讲什么台拢不爱互你去，我感觉无需要用安尼政治操作，是毋是？互社会观感，所有的老百姓大家来做决定。是。我补充一点吼，8月8号发批吼，大家拢唔知影啦。行政处分要行政定数法，甲你讲上稿才算有效，当时上稿8月9号啦，所以卖踮遐后讲8月8号就发批，你就知影。你若今仔你收到你要收批的人才拄发出来，你就知影。敢是真相？无可能，法律就安尼一定明确写讲，行政定数法、行政处分当时发生效果，你收到才知影。8月9号才收到，8月9号的半暝啊，阮其实已经甲讲，你就无要回避，阮要去讲啊。所以毋是讲8月8号伊发批，你就当作准审，我感觉袂使安尼硬拗啦。就是你的当事人是伫8月初9才收到台要开记者会，已经做成迄个对，后来才收到，所以你看头前阮先发批，甲你讲阮要去啊，结果你忽然间透早10点甲记者讲，我要开记者会，啊，大家阮律师团搁咧讨论讲，你讲要说明进度是啥物进度？我当作是讲要说明伊要回避我回避的即个进度，结果你一宣布落去，变做讲管中民嘛走出来。啊，一寡学校的人走出来，甲你讲，我已经结论就是要撤销学位，所以这个定数为什么讲有突袭感？头前阮顶礼拜4、拜5拢行文去台呢，阮包括陈述意见拢去，包括在8月9号的半暝啊，其实8月8号半暝啊，阮甲批寄出去，讲阮要去说明。9号伊就忽然间甲你讲，我要开记者会，我要开记者会，甲你讲，你头前迄我拢当作无听到，我要开记者会，甲你讲，我已经结论啊，所以。伊8月8号讲发批吼，发批无可能有收到啦。照行政定数法嘛无效果啦。行政定数法是收到才有效果，所以毋好去拗讲8月8号这时序顶悬，我感觉毋好白拗啦。是，林俊大哥，最后你的看法，安怎影响到选举？我认为对选举来讲哦，因为大家即摆会看就是讲林志坚本身伊即摆咧选桃园嘛，但是伊有可能去影响到台北市，还是新北市吼。啊，我认为这外溢的这个效应，袂使讲拢无啦。为什么？即摆处理了安怎？你看起来？我认为即摆这处理是，伊即摆民进党所有会使处理的方法，唯一的即摆是看起来行即条路啦。因为无你要安怎去甲大家去说明嘛吼。但是伊本身因为伊完成这个选定的这个部分哦，民进党本来拍的是台北、新北、基隆、桃园甲新竹嘛，5个区全部拔斗阵嘛。即摆大家分别去问讲，啊你台北陈时中你要甲林志坚要甲伊切割无？啊看起来大家都讲无，我即摆无切割的问题。但是吼，我感觉伊即摆民进党的做法会是讲。个人伫家己的选区内底，家己去发挥。